祥，水运亨通，财运昌隆，第三祥，圆满吉祥，耀聚平安。咱的这个无人机吼，会使讲呢150台组合的吼，行出咱2020大甲马认证仪啦吼，坐伫遐看非常的详细。是安怎咱要发展无人机呢？因为无人机这个产业吼，以后会发展到最好。台湾的产业真强，伫这地咱绝对袂使缺席，绝对袂使缺席。所以讲吼，南科就感觉讲，咱若透过群飞，来透过安尼呢，来加强咱的硬体，加强咱的软体的设备，咱伫这个世界咱有法度占有一个角色吼。所以讲呢，我咱开始来推动，互咱的少年来努力，会发展。继续甲咱支持。咱绝对会做成功，咱一定行出。